明明提前同牙科診所約好咗時間，到咗門口仲要排長隊等候，原定睇牙嘅時間一拖再拖，體驗感差到爆。今日就同大家傾下，點解有咁多牙科門診做唔到準時接客，唔可以準時睇牙，主要同佢哋嘅經營模式有關。依家好多牙科機構俾大筆錢去落廣告，短時間內就會出現好多新客嚟諮詢睇牙，仲有唔少臨時上門即日加位嘅客人。門診為咗拓展客人，留住呢一啲新客，往往會選擇優先接對臨時上門嘅客人。而第一次嚟睇牙嘅客人呢，多數都需要慢慢同佢哋講清楚口腔嘅情況、治療嘅方案同埋費用等等。就診嘅時間會比普通嘅治療會長好多。一旦前面個客人超時，後邊所有約好嘅同埋準時到嘅客人就診時間就會成條隊向後拖。等咁耐，唔單止打亂晒大家原本嘅工作同埋生活計劃，耽誤晒佢哋嘅行程。好多準時到嘅客人呢，會覺得自己提前約咗都唔被重視，越等越煩。可以咁講，做唔到準時接診係對首時客人嘅利益傷害。能夠做到準時睇牙嘅，通常都係經營風格比較傳統、靠舊客口碑介紹嘅呢一啲機構，大多都會嚴格遵守預約制度，保障每一位預約客人嘅權益。加上醫生嘅熟手，能夠準時完成治療，就更加唔會因為臨時加新客打亂晒節奏。憑我10幾年嘅牙科客服經驗，要做高品質嘅口腔醫療，既要用心接對新客，更加要對得住每一位信任我哋準時赴約嘅舊客。一方面可以等大家合理安排行程，到店唔使嘥晒時間等候；另一方面，穩定嘅診療節奏可以保證我哋醫生唔使趕住去做嘢，專心操作可以保障翻客人嘅治療品質。只有節奏穩定，先可以俾到所有人高效、舒服、穩陣嘅睇牙體驗。